20係裝車機要注意啦。通常咧，如果攞一個專用框就可以用一個10寸嘅機。咁如果你話想大啲呢，嚟個13寸，風口都唔會話太牙病嘅，或者可以用我啲比較推薦嘅呢款11.6嘅30係款，仲有一款呢係40係款，嗰一款我就唔太推薦啦，因為佢裝出嚟呢個款唔係咁協調。咁我哋珠海衛星呢，裝嘅車機全部都幫你跟翻呢個國際版繁體字系統，地圖 update 到最新 ，YouTube、Netflix 嗰啲呢，全部幫你安裝好，360嘅清晰度呢，配合翻我哋嘅高清索尼鏡頭更加清晰。粵港澳嘅高德地圖呢，3D 通殺，冇網絡呢都可以隨時用嘅，免費送你嘅 SIM 卡槽，大陸卡又得，港澳卡又得。如果你驚驗車唔過呢，我哋再送你一個熄機制，關咗屏幕就包你過驗車啦。如果你唔中意360鏡頭呢，再送你一個高清免費嘅拍色嘅。呢3部機呢，我哋全部都有現貨，可以到現場呢試咗睇下邊隻啱你，先至現場裝上車，2-3個鐘頭。